这放成啥楼了？大伙瞅瞅惨不惨？惨无人道。看俺这家崩的，全部大修吧。你看着没？对面这个电力家出来的人都抬出来，不行了。我真懵啊！我嘚瑟。是，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说你不要在这儿吧？我以为搁里头呢，我搁里头也看了，我不知道是搁这。哎。哎呀！